就是接纳找我的，为了先知的名来接纳先知的，要得到先知的赏；为了义人的名来接纳义人的，要得到义人的赏。今仔为了学生的名，简单用一杯冷水，互遮个细囝的一个啉的，我实在甲恁讲，因决断袂失落伊的赏。耶稣吩咐伊12学生临别，就离开遐，要伫因迄个城教示人甲传道。以上，此时咱要请本堂黄世健传道来讲道，题目是献上家己做祭。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来分享上帝的话，进前咱先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即时信心来拍开咱的心，阮的心，互阮的心会当明白主你的话，拍开阮的耳孔，会当听到你今仔日要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话。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大礼拜要来逐个月若是有轮到来到台语礼拜讲道的时阵，我想大家会足清醒的，因为传道的台语的，搁伫咧学习中间。即个月所要讲的主题，敢有人记得6月的主题是啥物？4个字，4个字。这个月的主题，每一个月咱拢有讲道的主题。即个月讲道的主题是接受差派，我毋知影大家阁会记得无？对一个要毕业、要出去的人来讲，接受差派这4个字是最有感觉。对一个伫6月30要服侍满1年的团队来讲，嘛是最有感觉。我讲的就是我啦。对去年到今年，我服侍满1年伫团队的这位。伫即年中间，感谢尤牧师、老牧师甲长职同工，阁有大家的疼痛，大家支持，大家提醒，甲大家鼓励。每一个礼拜，毋管是讲道、敬拜，还是礼拜小组，我不时伫每一个所在，拢有兄弟姊妹的鼓励甲支持。伫即年中间，团队学习真济。从这边要说华语，从要说什么爱讲台语，从要吃什么爱减肥，从要穿什么唔通黑白穿哦，从要去哪里，甚至团队家己啥物时阵要醒起来，啥物时阵要困，都有好的建议，拢有建议，阁有提醒，阁有鼓励，阁有帮助，安尼。所以伫1年了后，现在想起来时阵，感觉足感恩的，因为伫上帝家，咱是安尼来扶持对方，来互人对迄个吃奶的变成那个吃干粮的。阁会记得去年毕业了后，我马上就带青年去参加一个营会。伫即个青年营会内面，伊讲到一个主题，就是 Jesus Fashion。啥物是 Jesus Fashion 呢？就是耶稣文化，耶稣的文化。是伫即个营会内底爱去学习讲，耶稣是安怎做，咱就安怎做；耶稣是安怎想的，咱就安怎学。这是我用团队的身份带青年去参加的第1个营会，嘛是我迄时阵上 fashion 的一天。因为伫迄时阵，我得到 A 型流感。伫营会有4天，我全身拢酸抽痛，一直发烧，搁退，发烧搁退。后来知影是 A 型流感的时候，就直接被隔离。隔离毋是上艰苦的代志。伫隔离的内面，互我上艰苦的是，毋是迄流汗啦，
是我看到别人在宴会内面感动流目屎的时阵，我煞伫另外一个所在发烧流汗。迄个感觉毋是身躯顶迄无爽快的感觉尔，上无爽快是，我感觉足戆影。耶稣你毋是呼召我对家人教会，对青年开始毕业了，毋是毕业，对青年开始呼召去读神学院。毕业了后要转来家己的教会服侍，结果我头一工就得到这 A 型流感。若是你呼召我，搁差派我，为虾米头一工就是安尼？搁较讽刺的是，这宴会叫做维克特的传说 ，Victor 的传说。虾米是 Victor？ 胜利者。一个胜利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哪会入去你的服侍了后，头一工就亲像一个 loser？就亲像一个失败者，就亲像一个看起来无啥物气力，看起来，哎呀，团到第一工就安尼。何况迄时阵我搁带领一群青年，毋是我家己去参加，我搁带领一群青年去参加。即款的团队要安怎来带领？咱的胜利，基督徒的胜利，基督徒的胜利。Victor 搁伫倒位咧？每一个认嘛主的基督徒，我相信，伫你信主、跟地主的中间，伊有可能有即款的想法。当你信主了后，想要为主做啥？但是外头看卖，现实的环境根本无改变，甚至愈害。团到伫这宴会期间。宴会了后，毋是宴会时阵发烧尔，我转来阁继续发烧。我转来是准备要学年啊，从一个营会到另外一个营会，结果这个传道都在发烧。就伫迄个时阵，我感觉到爱去是一个来跟地主的感觉。敢若亲像就是安尼哦，一个人伊来跟地主，也起伊的实力个来跟地主。我毋知影你是毋是定定伫信用内底有即款的感觉？即个实力个有可能是另外一款的病痛，是对你出现了后拢。就有即款的病痛，这个是你个有可能是一个关系，伫家庭的关系内面，这个是你个有可能是一件代志，伫迄件代志内面，对遐开始，这个是你个就一直对你到即嘛。若是你有这个是你个，咱会当听看卖这个故事。有一个真认真服侍基督徒姊妹。伊定定感觉讲，家己所举的迄实力价是上重的。伊看到别人的生活的时阵，伊感觉讲，迄教会迄个啥，比伊搁较过了搁较好。迄教会迄个啥，伊的新妇甲伊的关系较好。伊看到别人厝的囡仔，伊感觉讲，这囡仔比阮兜的较有出头。伊定定怨叹讲家己的处境，家己的环境。有一天，伊出门经过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啊真水，比这搁较水。马上就吸引伊的视线，伊就看到，伫遮内面，毋若是这个花园水尔，伫这个花园内面有真侪的事日价是上吸引伊的所在。伊马上就看到一个事日价。这是一个顶悬的有宝石、黄金，伊随时想要爱去这个十字架，但是一个国产，毋是足悬的姊妹，哪有可能会搬会叮当？迄是一个足大、足
重，阁有保障，阁有黄金呢。唉，所以饲无法度，就艰苦的扛落来。然后伊发现另外一面，阁有一个真水的十字架，顶悬有真侪开了真水的花蕊，伊就走过去，爱去迄个十字架。伊爱去的时阵，会当爱个，这我会当行，这我也会当行。毋过着伫伊行几步路了后，伊就感觉伊的背、骹脚壁足疼的，因为花蕊的刺擦甲伊足疼的，伊扛落来。唉，这嘛袂当。外头伊看卖，敢有其他有可能的十字架会当举起来的？伊一个试，结果十字架毋是伤大，就是伤重，迄 size 袂下啦。所以伫迄时阵，伊直找，找到一个十字架，看起来足平凡的。这十字架后面写两句伊迄时阵所需要的话，伊心足感动的。主啊，这是你要互我的十字架无？伊举起来，结果伊发现伊会当举起来呢，毋但举起来，嘛会当行路呢。伊就行出这花园。伊行出去的时阵，突然有光照着伊。光照着伊的时阵，伊发现讲，伊所爱这十字架，就是原本伊要还是卖，伊无要伫的迄个。伊发现讲，这十字架就是伊原本无要伫的迄个。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无可能无十字架，一定有。有的十字架是伊的囡仔。有的十字架是伊的婚姻，有人的十字架是伊的身躯，还是心灵。逐项的身份，就算讲你毋是基督徒，你嘛有你的十字架爱举。咱的人生有十字架，因为人生是真实的，十字架嘛是真实的，信仰是真实的，爱去十字架来跟地主嘛是真实的。6月几个礼拜拢在讲，接受差派，接受差派。为虾米要讲这个经文？因为接受差派是对呼召开始，呼召是对灵敏的主开始。几个礼拜，耶稣因为亲知咱的需要，伊听咱，搁怜悯咱，所以咱爱咱来举起迄十字架来跟缀伊。因为咱举起十字架来跟缀伊的时阵，毋是咱家己举，是主甲阮同行。主耶稣甲阮举起来，搁举迄十字架来行。这呼召今仔日嘛来到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对头一礼拜，耶稣看到啥物咧？咱来读这段经文。伊看见遐个众人就可怜，因为困苦四散，亲像羊无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亲像一个羊无食，所以耶稣怜悯阮的处境，怜悯阮的性命。所以伊选调这个门徒，互伊官兵，互因会当来服侍众人。咱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就叫伊12学生来，互有职业学生的官来管待伊，选伊好逐样的镜头，逐样的白听。互因官兵了后，阁互因方法，互因去找遐个羊。伊要安怎做咧？来，咱来读。行的时就传讲天国近啊！你在行的时阵，你就传互因啊！
有时阵咱想讲，我要备办好势，我才会要去。啊，毋过耶稣的方法是，你行的时阵，你拄着人，你就甲伊传。伊若是要领受这救恩，伊就得着啊。然后咧，咱伫咧传福音的时阵，定定拄着挑战甲困难，敢毋是？所以耶稣讲啥物？咱来读：刀啊，下令亲像牛伫豺狼中间，所以恁弟是亲像蛇，驯良亲像鸽子怎么讲？鸡啊，驯良亲像鸡啊。当咱咧要传福音的时阵，上帝互阮有智慧，毋是戆戆伫遐啊，讲别人讲啥就好，别人讲毋好嘛好，因为要传福音。毋是，上帝互咱有智慧，会当去面对逐项的挑战甲困难。当咱伫6月时阵咧学习，才会因为出自耶稣的灵命，咱学习伫遮个经文的中间，到即个礼拜，献上家己做者，献上家己。即个礼拜的经句，伊安尼讲，咱来读：得着伊的性命的人，要死落伊；为着我死落伊的性命的人，要得着伊。即是咱敢愿意献上家己，回应上帝的呼召。今仔日咱在读即段经文的背景是伫罗马迄个时阵。罗马时代是一个真重视群体伦理，即群体要安怎生活，伊有一个标准，咱一定爱符合伫即个社会标准，咱才会当伫即个社会出头天，有地位、有名声、有价值。啊，毋过有一群足奇怪的人，因为相信耶稣，所以因对伊来活出信仰的价值。这个人伫迄个时代，伫这个文化下面，伊将即群的基督徒称作是一个基督徒的运动，因为因拢咧传耶稣的福音，对拄则讲的迄经文的方式去传。因将遮个人去传福音的人，看做是歪传，看做是一个见笑的代志。因为同款身份的人，应该爱跟同款身份的人做伙食饭啊，出去耍啊，或者是一起工作啊。哪会遮个基督徒无顾家己的身份，去甲遐看起来无啥物价值，你甲因做伙是要创啥？所以门徒因要学习耶稣的行为的时阵，毋那是伫犹太人内面，互人看轻哦，无互人接纳尔。伊伫罗马的社会嘛是怪怪的，一群怪咖。一天到晚拢伫讲耶稣，一天到晚拢伫讲国外的性命。因真做门徒，跟对耶稣上尾的结果，亲像这经文所讲，咱来读。因为我来是要互囝甲伊的老爸绝钱，查某囝甲伊的老母、新妇甲伊的下家，也要安尼。个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己厝内的人。你的对敌哪会是你厝内的人？这毋是真奇怪吗？耶稣毋是甲咱讲爱去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吗？哪会对敌就是厝内的人？当咱伫遮看这个经文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这个信仰是无啥物冷漠，没什么爱的。啊，毋过咱看这个经文的头前甲后壁，咱就知影，伊在讲的是讲，当咱要信仰这耶稣基督的时阵，当咱要信的时阵，咱定定头一项就是咱的价值观会互挑战。这个挑战，亲像你要拜拜的时阵，你无要拜，
你应该爱拜的时阵，你无要拜；你应该爱甲厝内人做伙的时阵，你来礼拜。这嘛是比较基本啊，较基本的。够较比较激烈的，伫迄时阵就是怎么样，会失去因的地位伫社会中，会失去因原本互人尊敬的。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伊是要，他们是要拜罗马皇帝的，这群人无要拜啊，一群不拜的人，不拜这个有权力的人，那他们就失落在这当中。啊，毋过遮个基督徒，遮个门徒，因看重的是耶稣伊传迄世人国外的福音。上帝知影咱的需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要鼓励当时会读这圣经、读这话的人，甲现在咱伫读圣经的人，伫群体的环境中，群体耶稣的确会拄着挑战困难，甚至这困难袂消失。但是，好掉咱的上帝，伊要来肯定咱，伫要举起世界军队主的这个成绩，甚至爱咱每一个人完全的献上，无留一份互家己的献上。因为当咱安尼去做的时阵，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嘛是今仔日的根据，咱搁一遍来读。得到伊的性命的人，要死到伊；为着我死到伊的性命的人，要得到伊。传道最近拢在甲阮爸爸、家人的爸爸来传福音。伊足早就听过耶稣啊，因为阮妈妈是对细汉开始就是信耶稣的人。啊，毋过阮爸爸拢定定讲，啊，你的迄耶稣较厉害啦，迄祈祷拢会当，就可以应允这样。因为我要做，我旧年开始要做传道，所以伊就想讲，啊，我迄囝要去做传道，所以我应该去信耶稣。无伊会真见笑，因为我无信耶稣，啊，毋过伊要去共传福音，所以伊就讲，若是你有机会，你就带我去教会。我听了足欢喜的，你知无？原来做传道头一个要信主的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讲我去做传道，伊就爱信主才对。结果我拜六礼拜拢伫教会，根本无可能带伊来教会，伊嘛毋是住伫桃园，所以我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带伊去家人，伊带家人的教会。迄家人教会的牧师，即摆的牧师嘛是我熟悉的牧师，所以我带伊去的时阵，我就真欢喜伊，因为伊要去教会嘛。然后我甲迄个牧师伫咧开讲的时阵，足奇妙的。这个牧师进前所做的工作，就是我爸爸即摆伫做的工作。他们都是做船务的。更奇妙的是，伫迄个教会有一个足资深的长老，竟然是我爸爸熟识40年的好朋友。哇！我想到，我就伊是长老呢，那我爸爸伊无甲伊谈过福音。哇！我想到就心里有一点五味杂陈这样子。啊，毋过我感谢上帝恩典。伊就是遮尔奇妙，透过这个机会，伊即马有参加伫因的幸福小组，因的教会有幸福小组，伊就去参加幸福小组。拜六礼拜他不是很想去，可是他觉得那个幸福小组有点有趣。然后如果说因为阮兜其他人拢是基督徒，所以因若是去家人看我阿嬷的时阵，嘛会带我爸爸同齐去教会。我相信无偌久了后，伊就要受洗。上帝就是遐奇妙。咱伫遮做遮个服侍的时阵，虽然迄个人你无一定会当照顾伊，带伊去教会，啊，毋过上帝拢已经预办好势啊。
咱的心有迄个十字架要举，总是耶稣替咱举起迄十字架。5月26，不陌生，有一个老师伊写一本册，有些人已经买了《死亡神学》。这本书、这本册是讨论死亡的代志。毋过你若入去读的时阵，你会发现，伊讲的是死，毋过那会就是不是死掉的那个感觉，而是活起来的那个感觉。伊讲到基督徒的信主了后，头一个挑战就是，基督徒毋是对生来想死，是对死来立伫心。伊讲到这段经文，咱来读。因为基督的疼痛随便咱，愿是阮想，人替众人死，就是众人死。讲伊替众人死，是要互遮个活的人以后无着家己来活，是为着替因死来过活者。伫这段经文内底已经讲了足清楚。耶稣代替众人死，众人的死已经伫耶稣为咱死的时阵，用原文翻译的话，就是已经伫伊来完成啊。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讲，咱若是要对主来行的时阵，毋是对叫基督徒拢去死哦，毋是哦，是死伫伊的死内面，这个死已经互伊完成啊。所以，当咱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时阵，咱上时嘛承认咱迄该死的罪，迄个自私、迄个罪过、迄个罪恶感、迄个见笑的感觉，已经死伫伊的死内面啊。所以，咱要安怎活？今仔日耶稣的意思就是，咱爱活伫基督内面，活伫伊的呼召内面。有一段经文是常常互遐改变的人会想起的，想起这个经文的。伊讲啥？咱来读。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是说他要死掉才可以新造的人，而是在伊即马的环境内面，伊的生命内面，伊对耶稣，伊失去伊家己的罪，伫耶稣的内面，伫耶稣的内面，佫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我伫上帝的呼召，会彻底来挑战阮的价值观。彻底要学习伊顺服伊的带领，嘛要学习耶稣的牺牲。我足喜欢一个故事，一个吃饼干的故事，食饼的故事。2013年，有一个台湾的少年人，伊对美国转来到台湾。伊迄时阵已经毕业有工作，毋过伊嘛是转来台湾。伊自细汉就喜欢食饼，他的这个学习的成就啊，学习的成就，亲像一块一块饼，互伊食落去，好食阁有饱的感觉，足有成就感。因为伊的食饼敢若有无共款，伊食的饼是第一名的饼，你敢有食过？伊食的饼，直到伊高中毕业迄年，伊食的饼已经变做是榜首的饼干。毋过迄时阵伊无满足，伊阁要食阁好食的饼，所以伊迄时阵考试的时阵，伊的目标是伫外国迄名校。结果伊敢有食着？大家又看卖，伊敢有食着？有，很有信心哦，有食着。他吃到了这个饼干，在他考试的那一年，
放榜，国外10所名校全上。全上之后，因为有一间学校提供全额奖学金，全额的奖学金，所以他去读。后来他读的那间叫做 Princeton， 有人应该听过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就伫大学1年的时阵，后来的时阵，伊去国外另外一个国外，去非洲的国家，去遐志工的实习，去做老师2个月。这2个月，亲像咱所想象的，就是遐的资源、遐的资源真欠缺。学生上课的时阵，有一半的人拢无在写迄笔记。为虾米无写迄笔记？伫台湾，若是一堂课有一半的学生没有在写笔记，可能是学生不专心，也可能是老师教的太烂了，不知道要写什么。毋过，伊去非洲的时阵，伊去教册的时阵，这学生是因为因无笔，没有笔可以写笔记，所以有一半的人没有在写笔记。搁较互人偷听是，伫这中间有一个学生叫做 Mary。这 Mary 呢，伊上课进前，其他的同事就甲伊提醒讲：老师，你莫甲伊互动，莫甲伊讲话哦，莫想要不要太主动认识他，嘛莫要求伊要写作业还是安怎？若无，伊可能会甲伊拍。原来这个学生有拍过的老师，咱中间敢有学生你有拍过你的老师的？哇！这时阵你要安怎？一个少年人，18、19岁，伊是一个基督徒，伊想讲，上无嘛是伫伊来的时阵爱甲伊 say hello 啊，所以这个老师就安尼做。伊头一天就甲伊讲 ，Hello Mary, how are you？ 结果这个学生敢有回伊？无，一定无嘛。咱安尼想就知啊，无你就要甲伊拍。第二天 ，Hello Mary, how are you？ 第3天、第4天、第5天，你敢有伫教会时阵，你甲别人拍招呼的时阵，别人完全无睬你？结果4个礼拜时间过去啊。这 Hello Mary, how are you？ 因拢无回应。第5个礼拜，伊阁甲伊讲 Hello Mary, how are you？ Mary 总算是回应伊啊。伊讲啥呢？卖吵。这太难了，这台语对他太难。伊讲 I am not good， 我不好。然后，阁无回应啊。一直到这志工的实习要第6个礼拜的时阵，一样的 Hello Mary, how are you？ 想看卖伊会回啥 ？I'm not good 。伊回应伊讲 ，My mom hit me， 我妈妈打我。然后，伊就再也没有回应这个老师。后来有一天，实习结束，这个老师已经要坐迄公车要去机场。当天呢，前一天是下雨的，所以非洲的那个土地跟台湾无共款，拢是迄阿摩土安尼。当在行的时阵，伊后面雄有一个人走较足急的，跑，然后他一回头看，你们猜是谁？哦，大家好厉害，就是猜那个电视剧的情节。回头想讲 Mary 那里走来，你要甲我拍哦。他当下真的是觉得他要打他，结果这 Mary 安怎？伊雄哭落来，用伊的手刺伊的鞋啊，把上面所有的泥泞擦掉。
全部擦掉之后，看起来比较没有之后，这 Mary 哇头就走啊，他也没有回应这个老师。但是，这件代志在这个老师的心内种下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在这个食饼的故事内面，伊阁有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年，伊去到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海地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在2008还是2009曾经经历一个大地震，那个地震后的3年，这个老师去到那个国家，可是他们恢复的情况非常差，因为因为近户是贪污的，他们的地震是大地震，那里的人根本没有学习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应变。当去遐服务的时阵，虽然是去做老师，毋过伊去到遐，看到遐个人无厝通住，拢是住迄个帐篷，那个帐篷还是随便搭的，有竹子、有帆布就给它搭起来，里面有什么，都是一些很像坏掉剩下的东西，是他们的家具，甚至连干净的饮用水都没有。伊想讲一个第一名毕业，一个榜首，一个伫国外名校读册的人，伊看到伊的环境了后，竟然一句话拢毋知要讲啥，讲袂出嘴啊！我要帮什么？伫迄时阵，嘛有真侪志工对别个国家来帮助。一样，他问神，他能做什么？神带领他，一去到每一个帐篷里面，去到那的时候，就坐下来，听听看他们发生什么事，听听看他们的心里有什么委屈，有啥咪委屈，听听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现在需要什么帮助。就在他回来之后，他跟他的学生联络，他的学生也学生讲：“老师，阮即马拢在讲你的故事呢。”伊想足奇怪，我去遐，1个月时间，2礼拜时间，我嘛无讲啥物故事啊。结果伊的学生讲，因为别人来的时阵，就是迄个资源互因，就是讲伊讲遐个道理。啊，毋过你来的时阵，你就是坐伫遐点点听阮讲话。你用你的手来帮助阮，你用你的心来同理我们。所以后来他的学生在讲他的故事。这个老师，伊一心拢在追求这个终极饼干。咱一心互人期待食偌济饼，食啥物款的饼呢？咱会当想看卖。在台湾最常讲的就是你爱读书，你爱读册，因为读册你会当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有好的事业，有好的事业，敢若就好像就可以有好的家庭。然后诶，你阁生一个好的囝，然后这个好的囝要安怎？好好读册。好好读册，好好工作，好好工作了有好的事业，好的事业了后有好的家庭，然后伊阁生一个好的囝。所以伫这个好囝，若是出现一个歹囝要安怎？好囝。这老师讲，伊伫这食饼的比赛内底是第1名。当伊伫美国大学毕业了后，有这很高学历，有这好的收入，有这个甚至是高名气。因为18岁时阵伫台湾就有写一本册，叫做《那一年我在普林斯顿》，咱会当去看卖。啊，毋过伫迄时阵，伊犹原在想讲，伊后一个要食的饼是啥物？啥饼会当互伊较饱？然后，伊想到，当他在想到玛丽的事情，当他在那个地方，因为玛丽不跟他打招呼，
不回应他，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当他在海地的时候，伊无话通讲，定定静静伫遐听伊的故事的时阵，伊的心竟然已经满足，竟然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的心饱足了。后来，伊读到一句基督书，对那个德蕾莎修女，伊讲 ：“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s falls in。”愿上帝将我的心彻底拍碎，互我的心会当有全世界，让我的心彻底的被破碎，好让我的心可以拥有整个世界。这老师讲，原来上好加上赞的饼，不是迄上大、看起来最精致的，而是破碎饼。等咱想要有家己的时阵，维持迄完整的饼的时阵，咱感受无边仔的人的状况，咱感受袂到，咱看袂见别人的困难，我们看不见别人的状况，我们会忽略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旁边的人，他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你知道你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的情况吗？有很多时候，伊讲阮的目睭已经互家己占满那个画面。所以马太福音6章22节，他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身躯的顶就是目睭，你的目睭若金，通身躯就光；你的目睭若灰，通身躯就暗。你内面的光若暗，迄个暗偌大？有些人想要维持迄份完整的饼，总是迄饼早已经过期啊，已经无相款啊，已经无合上帝心意啊。伊嘛是坚持要爱迄份伊家己的饼，结果嘛造成无法度挽回的遗憾。5月底的时阵，6月初的时阵，有1件、2件、3件的分尸案，伫台湾的社会掷地有声，因为人的心已经互家己想要食的饼所被捆绑了。这毋就是咱讲到即摆今仔日诶经文讲到讲，一个人若想要有家己所要爱，结果失丧性命的情况，亲像今仔日读的经文就是安尼讲啊。得到性命，要得到家己性命的人，伊有可能要失丧家己的性命。啊，毋过为着耶稣要失丧家己性命的人，伊想要得到性命。我讲到这个回应号召爱食饼的这个老师，迄是真实的故事，伫台湾。这个故事，这个人伊出生伫台湾，伊转来到台湾，即马伊 Teac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教。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今年才结婚，她叫刘安婷。伊看到教育无平等，城乡差距，阁有老师这么多的流浪老师无工作，啊，毋过遮尔济乡下的小学、国中、高中无老师，伊看到遮个情形，伊放落伊家己原本的工作，转来台湾，找了这一群有共同理念的人，因为他要服侍这个世代，伊要服侍这个世代，伊要服侍后一个世代。今仔日经文讲，若是咱来读，既若为着学生的命，
简单用一杯冷水，互遮个细囝的一个啉呢？我实在甲恁讲，伊挂断袂失落伊的想。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来互赛的时阵，这对别人来讲，有时阵是一个真很傻的事情。即马这个时阵，咱会当伫外口，天气遐尔好，会当伫外口野餐，会当去外口佚佗，会当去外口运动，会当甲厝内的人做伙。为虾米爱来教会咧？当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些服饰预备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过去的几天里面，不断的在练习，在保养这些，在预备我们今天所要来到上帝面前献上的。这在外人看起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在准备这个活塞的时阵，敢有人会给你钱？你在开时间，在甲别人讲话、辅导别人的时候，敢有人给你钱？还是有给你什么款的有价值的代志，还是物件？总是今仔日的经文就讲，一杯水。互这个细囝的人啉呢，我实在甲恁讲，你决断袂失落伊的想，袂失落耶稣的想事。在那个时代，一杯冷水是最穷的人家可以招待别人的。那个细囝，迄个细囝，这个细囝呢，是不配称为人的小孩，甚至是不配称为人的不洁净的人。毋过耶稣讲，若是阮接待遮个门徒，亲像就是用一杯水，互遮个细囝来啉。一个老师会有偌大影响？伫教育现场的人就知，一个父母对一个囝有啥物影响？做过爸母，看过新闻，看过别人的厝，伫教会内面的人，拢嘛会知。咱在想价值的时阵，迄想是啥物的时阵，我要来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伊叫做 Ron Archer， 伊是一个牧师，现在牧师伫美国，是一个管理的学家。伊嘛是一个即马美国美国陆军的讲师。他的讲师不是讲给美国大兵听的，他在当这个讲师，他讲的对象是这些干部，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有权、有力量的人。毋过，伊在讲道，在鼓励引带开发人心的时阵，伊学习的开始，伊生命的开始，竟然是伫一间教室内面。在那间教室里面，每一天就是用他的手指沾那些颜料，涂墙壁、涂纸、涂桌子、涂椅子，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说话。我们一起来看他的见证。在他的见证里面，我相信我们已经看见耶稣的赏赐在这一群被人看着是傻瓜的人身上。那个赏赐是什么？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ve gone through in life is a down payment on your destiny. God will turn your pain into power, your wounds into wisdom, your scars into stars, your stumbling blocks into stepping stones, and your failure into fortune if you simply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just a good book, it's not just didactic nomenclature and academic jargon, it is the living Word of God, and when you put it inside of a child, and inside of a prostitute, inside of a drug addict, something begins to happen. Jeremiah said it's like fire shut up in my bones, and now the boy that can't talk can't shut up about Jesus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the Word of God.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Word of God. 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要来信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每一年暑假的时候，会有很多青年的活动，这些看起来现在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年轻人，甚至是小孩，但在10年、20年之后，他有可能就像刚刚的那位牧师，他有可能就像刚刚的那位老师，他有可能就像我们当中，甚至比我们更加杰出未来的领导人。但是服事的现场却常常是看不见果效，服事的现场却常常是让人觉得辛苦，服事的现场常常觉得是让人挣扎跟冲突。我相信刚刚那个牧师，他有他要背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可能就是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他没有爸爸，他可能是一个有障碍的孩子。拄则传道讲，伊袂晓讲话，因为10岁之前他没有说过话，因为10岁之前他都在被性侵，都在被虐待，都在被暴力，都在所谓的红灯区长大。他没有看过正常的社会，但是有一个老师，只是将一本圣经甲圣经内底的话甲伊讲的时阵，这个人的生命就要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不再活在他的过去，而是活出圣经的价值，活出圣经的话语，活出圣经的真理。耶稣讲完，耶稣吩咐伊12个学生明白了后，伊就离开遐，伊开始伫每一个所在继续甲世人间传道。咱来祈祷。主，你讲爱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你，因为安尼做的人才是你的门徒。主，你阁讲得到伊的性命的人要死落伊，为着你失去家己性命的人要得到伊的赏，要得到你。主啊，恁互阮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你的时阵，对迄个互人看轻的代志开始，是对迄个人无看到的代志开始。主啊，恁用阮性命所经验到的来互使正人，求主你继续保守阮，献上家己，互你来使用，献上家己，跟缀你，行过每一个稳定的路。阮的祈祷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咱那些回应的诗歌，献上家己做者，请咱起立。
完全降乎于你，诚心的回来分享，稳定的有地落来，踏出真正脚步。佫有基督前去，你予阮做下应许，予着阮做前面，咱得爱欢迎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着起来。修补其中的破口，中间为我的这段土放受了的灵魂，愿你永远的孤独甲你。咱就来福音，咱着来呼应耶稣基督的教会，咱着起来修补其中的。中间为我的这段土放受了的灵魂，愿你永远的孤独甲你，愿你永远的国度，愿你永远的孤独甲你。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对地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要献乎你，做你路沿道一时，是叫你献乎主，为阳光你万里古。我的手爱你命令，为了我主做切应，我甲也为你愿，常常地你行无限。我的家的后人，我以后主无停，我的水来叮当，我因来求，请起立。我的心献乎你，也有龙在一起。我的在天小树，我满的你苦。慈悲怜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学到你的名无煞。祝你的恩典满满教业。要想事件若找求你的话语，找求你宣传旨意，佮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的人，主，阮愿意要真做主你所祝福的人，也愿意献家己真做者，跟对你顺服主你的呼召，因阮知。主，这是你所欢喜的。主，阮满心的感谢你。这时，阮也将逐人所献的